牧师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，他不是在探访中，他就是在探访的路上，他就是会去关心需要关心的人，为他祷告。牧师一听到我姐说要开刀的时候呢，在我们还没有抵达医院之前呢，牧师都已经迅速的抵达医院了，都比我们还快。他那个神情是很紧张、很紧张那一种，很像在四处寻找人那样子。你会感觉到他是很真心的为了他不认识的人，就是我觉得他把每一个生命都看得很重。牧师的存在感是比较隐性的。牧师娘吗？牧师娘，她很疯狂哎。那时候化疗过程，他的体力也比我们好，然后他的个性也是很开朗，所以有一个封号叫做淡定娘。要念慢一点，叫淡定娘。就是光他们存在啊，你就会有那种可以有空间可以疗愈。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他们只是到你身边来，然后为你祷告，然后他也不会为你的事件多做什么评论，用上帝的话语，然后用他跟我们真诚的交流，就是陪我们度过那个时段。他们真的在活出信仰的样子。牧师他很会讲道，对他的讲道很生活化，很生活化，把那个让我觉得遥不可及的那个历史的一个背景，他就会讲到他们家的故事。然后每次我都会很期待他分享的一个信息，然后我们就会引起共鸣，对啊，就是让我们就觉得这个信仰是非常生活化，哎。那另外我觉得牧师他很有智慧。对待每一个人，他是不分高低、不分能力的，成为我在工作职场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模范。牧师娘，在我们为新组当中这段期间，初期你们的陪伴，我们真的很感动。在我们每个生命阶段，因为你们的带领。让我们就是慢慢的认识神，你们真的是我们的属灵父母，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，也让我们更认识神，也活出神的样子，也让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真正的属灵上的陪伴是什么。你们是好的牧者，然后慢慢的牵着我们走向好牧人，让我们在这个神的爱里面慢慢长大，传承你们给我们的爱。去滋养别人，感谢你们成为我们信仰的典范，谢谢你们。愿神加倍赐福，在你们的身心灵都健壮，天天喜乐。谢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有你们真好，我爱你。